嗨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雅言大講堂嘅主講者君君老師黃慧君 Buffer Wong，相信大家對我都唔陌生嘅啦。係君君老師今日同大家講嘅第十講係講咩呢？雅言大講堂嘅第十講講嘅就係教育。教育係一個好沉重嘅話題。我作為呢一個藝術書法文化嘅教師，已經教咗10幾年嘅啦，差唔多有20年啦。至於我有幾多學生啊，我都唔真正知道，甚至止唔止1萬幾千，真係唔知，可能唔止嘅。對於我嚟講，數量已經唔再係啲乜嘢，而係質量。我教咗好多好成功嘅藝術老師，甚至佢哋係其他各科嘅老師去傳揚文化意念去出去嘅。喺我嘅教育裏邊，我經常都講人人可教。我嚟到我面前嘅，我都會盡心盡力去教。而講到教育嘅時候，我哋要記住古人曾經講過句説話，就係咩啊？養不教，父之過；教不嚴，師之惰。係啦，冇錯。而家在今時今日咧，養不教都唔係父之過啦，係父母之過。父母都有責任去教你嘅仔女嘅，唔係單止爸爸，係爸爸媽媽同樣有責任去教，甚至可能爺爺嫲嫲啊、公公婆婆啊都要去幫手教。呢個小孩子你10月懷胎，好辛苦咁生佢落嚟，然之後你差唔多係傾盡身家去養大佢嗬，咁你當然要好好栽培佢，讓佢成才啦，係咪？咁所以你要教佢一啲真正對佢有用嘅知識，去令佢知道點樣去 clean up 自己嘅個人啦，做一個個人衞生清潔要知道啦，佢個環境衞生要點樣處理啦，佢嘅時間表要點安排啦，佢識嘅朋友應該係要點樣嘅先交，乜嘢朋友唔好交啦，你要俾佢知道。唔好俾壞人去接觸到啲小朋友，同埋要俾佢有良好嘅習慣。你總唔可能下下掉個遊戲機，掉個電腦俾佢玩，或者手機俾佢玩，咁咧就叫教育。雖然上面都而家有好多知識嘅，不過都要小心啲啊，唔好俾佢吸入一啲唔應該學嘅知識。好啦，父母尚且要咁之餘，父母亦都會將而家嘅細路仔去交去學校，交俾老師去教。好啦，作為老師又點呢？老師你更有責任，人家10月懷胎生個仔女出嚟，然之後俾咁多學費去供養個學生，佢個仔女俾你。佢咩情況其實都唔係太知，咁交咗俾你嘅咯喎，你就去教佢喎。所以你要做咩？你要真正將一啲正確嘅學識、正確嘅知識去教俾佢哋，正確嘅觀念去教俾佢哋，唔好傳錯一啲觀念，讓佢哋好好成長，茁壯長大，茁壯地長大，成為社會嘅棟梁、社會嘅英才，咁先係真嘅。如果唔係，你真係有負你作為教師嘅初心。所以咧，要記住，我哋作為教師咧，除咗人人可教之外，你要記住你嘅初心，你真係要好好地培育啲孩子，讓佢哋成才，讓佢哋成為一個令你第日講起都會覺得我好驕傲，因為我教過呢一班學生，佢令到我可以牙擦擦咁可以牙斬斬咁講，呢個係我個學生，係咪？係咪咁？所以咧，真正我哋講教育嘅時候咧，真係要付出相對嘅努力，相對去傳一啲正確嘅觀念、正確嘅思想、正確嘅知識俾佢哋。OK，今日講教育就講到呢一度啦。多謝大家，今日係雅言大講堂嘅第10講，君君老師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啊，拜拜。